聽咗咁多位積金好僱主嘅分享，等我去揾積金局行政總監鄭恩賜傾下偈先。台上1分鐘，台下10年功。咦，鄭生又喺度排緊舞台劇啊！果然係屬於舞台㗎。係啊，要喺舞台度得到觀眾嘅掌聲咧，你一定要做足準備。不過我而家係講緊一個更加重要嘅人生舞台喎。嗱，打工仔女要儲到幾多退休本錢咧，就決定佢將來人生下半場呢出戲咧有幾咁精彩啦。即係話淨係打工仔女做獨腳戲？梗係唔會啦！演員要有好嘅發揮，背後一定有一個好嘅導演。喺職場度咧，每一個可以全程投入工作嘅員工咧，背後都有一個金像獎老闆。吓，金像獎老闆，即係話佢哋要好好戲，做生意就話好叻啫，做戲就係要對員工不離不棄，無論生意係順境定逆境，都要堅持為員工準時供強積金，等佢哋可以全心全意為公司打拼。唔單止咁啊，金像獎老闆嘅目光遠大，關懷佢哋嘅員工而家以至到退休之後嘅福祉，為佢哋付出多一啲，例如提供多一個強積金計劃俾啲員工揀啦，又或者額外同啲員工做自願性供款啦，嚟壯大佢哋嘅退休儲備，等員工少啲掛慮，可以盡情投入工作。呢啲咪係員工眼中嘅金像獎老闆咯。哇！原來好老闆咧，唔單止係編排員工喺職場舞台上面嘅演出，仲要同佢哋完場之後精彩嘅人生下半場超前部署。冇錯，舞台演出咧就總會有落幕嘅，但係好老闆對員工嘅關懷咧係唔會落幕嘅。你係唔係員工心目中嘅金像獎老闆呢？積金好將來，等緊你。Action！